沉迷紅酒，鋼癖頂頭，缺失都未夠，無情如走獸，智力如阿茂，為了參選比拼，想要掩飾罪證，來犧牲妻子，延續你生命，如何能交託？你天生 A 字膊，為求能推卸，若到這鑊，就算公關公司諗幾多橋，仍舊或者打靶會少一點罪疚。像你這一種男人，沒腰骨怎構造？就算中央欽點特首俾你做，也是無用。就算接替了老曾，亦會賺咩多幾隻鑊。堂堂點解你咁蠢咁自墮？如何能交託？你天生 A 字膊，為求能推卸，若到這鑊，就算公關公司諗幾多橋，仍舊或者打靶會少一點罪疚。像你這一種男人，沒腰骨怎構造？就算中央欽點特首俾你做，也是無用。就算接替了老曾，亦會賺咩多幾隻鑊。堂堂點解你咁蠢咁自墮？像你這一種男人，沒腰骨怎構造？就算中央欽點特首俾你做，也是無用。就算接替了老曾，亦會賺咩多幾隻鑊。堂堂點解你咁蠢咁自墮？